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今日来读这个《龙德山》。《龙德山》是东方白先生的作品，伊算是台湾这个大河剧的小说。《龙德山》是伫咧讲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娶阿信的故事，所以我是感觉这应该是咱爱三捌的人。只是过去无即个机会通知捌，无要紧。我伫即马你若有想要知捌 YouTube 还是 Google 不了侪资料安尼。好，安尼伫 Class 遮就互我淡薄时间，我来甲一寡连结分享。当然，你伫网络顶悬应该会使找到龙刀山即个戏出。应该会使找到一寡龙头山的戏出，所以拢参考。伫结论遮就教一寡，算是想要学台语，或者是想要知捌一寡台语知识，还是资源，拢会使找到你。所以个什么回来？我连遮吧，我讲。戏出小说，伊咧讲娶阿信的故事。好，安尼应该会使搁带一条，你要看一条。好，安尼《龙德山》是有3部曲总共是龙，海龙的龙，破龙的龙，德台德，沙坡的沙。当然，这个德字我无确定是要德台还是啥物？几百年前迄个千古英雄龙头真晓，敢若是安尼。德，然后这个小说家第2部，德这部到第6章，就咧讲福古婆。福古婆是娶阿信，伊去淡水女学读册时阵，一个算金姑娘，加拿大来的传教士伫照顾遮学生囡仔，应该拍算要甲即个第6章福古婆甲读完，敢若18啊几啊不了长安尼。罔听。若我咧读的时阵，当时拄着一寡中文字词，毋知影安怎讲的是。可能怎去找台语遐找看卖，讲有啥物对应的台语词通好用安尼啦。第15节，看卖有啥物物件会使分享者。好啦，暂时安尼。第15节，有一天下早啊，金姑娘坐伫伊的办公室，圣经掀开，准备要后一节的圣经课的时阵。老校友阿宝手里毋知摕啥，气喘喘走入来，对金姑娘讲：“金姑娘，我捡到这，毋知捡到啥。”金姑娘就甲圣经放咧额头一个看到阿宝烫车骹拢目涂狗眉，徛伫咧头前，手里搦摞摕一张批示，一直害到伊的眼睛，伊甲批接来。两面拢显咧，煞拢无看到半字，甲也无收批的人，嘛无写，甲也无收批人的名姓字迹，恐惊只是一个空录啊！但是详细看的时阵，封口却是封开，摕去到窗仔边来甲笑，煞发觉到内底有批纸。而且写满看袂清楚的字，伊感觉有淡薄仔蹊跷，就问阿宝讲：“你这张批是倒位捡的？”伫后壁园的墙围仔顶捡的。迄个蹊跷，看迄个蹊跷是啥物？我是直接读蹊跷啦，因迄个有当中一寡字词，对因中文来讲，敢若不离啊文啊，或者是少安怎讲？少用，抑毋过伫台语内底确实真正用啦。
迄个什物丢毒啦、金竹啦，这种蹊跷啦，因讲事有蹊跷。刚是啊，我唔知伊中国有安怎读的嘛？足久进前，学校敢若无讲介理解。无咧，伊敢若扣即个词，嘛敢若写伊的，伊甲伊算做倒摆词啊，伊甲伊当做倒摆词。蹊跷蹊蹊，所以我看即个伊有一个迄个教部的字词典里。蹊跷、蹊跷，伊讲会使对应去中文的啥？狡猾差异、阴险条、接挑、阶短处、接长帮、绕开、蹊跷、怀疑。所以，中文华语和台语有不了侪迄种。金姑娘听完惊一跳，按椅仔顶跳起来，雄雄公公问阿伯讲：倒位的墙仔顶啊？较紧的，你即摆带我来去看。迄淡水女儿讲完，金姑娘等袂赴阿伯啊的稳重的骹步，就拖咧雄雄公公走出去办公室，稳重的慢脚步。伊阿伯敢若是60岁嘛，所以慢慢来。重的念了，还定到不在稳重，定到不在稳重，还在我抱东得定着。大宅老布丁，听讲到定到，所以可能就是到底是毋是汉语拢有疑问的，所以因有可能会走来走去，表示原底本身就是汉语，所以有人说伊淡仔咧讲台语是因的汉语嘛，真正是汉语是台语的一部分。老布丁，因行过教室的走廊，探过礼堂，穿过草，来到一片目睭睭的芭乐园。这附近的芭乐园是无去淡水中学进前，就已经种伫这片山坡地啊。较早是一个果子园，去淡水中学以后也无做墙，但自从去淡水女学了后，为着要隔绝男女两校，中学的墙里有一半的芭乐园，淡水女学的墙里嘛有一半的芭乐园。任何围墙两边边的人，若美入来这个芭乐园，外面的人就真歹会使发电到伊。阿宝就带金姑娘行入来芭乐园，金姑娘人较悬，甲真侪枝叶掰开，搁拉开真侪蜘蛛网，才对阿宝一个深幽伊搁湿淡的墙仔边。这座墙皮人搁较悬，一半是石头砌的，一半是石头砌的，一半是石头贴的，一半是砖仔贴的。墙仔顶有一寡破玻璃批啊。墙下骹的砖仔和石头仔之间，会当发现到几位啊土无固满的空棚，是用固土无三合土哦。伊三合土是啥货？伊迄时阵可能就是较无遐叫做啥科学化。
所以无参就现即嘛，即种标准化啊，甲科学化物件嘛。早是迄个什么 mortar made of lead, clay and sand 三种物件 ，lead, clay, sand， 所以是 mortar。石头之间有骨落的所在是三合土无完全搭麻的空芳。伫即个芳捡的啊，我早起就伫即个别仔园咧扫树叶啊，就扫甲忝啊，才徛咧。想讲要剥一支石头芳，有一条白白，毋知啥物物件。行我去甲抽出来一个看，就是我摕互你的迄张批。你敢有定定捡到即款批？无啊，以前就捌看到过咧，是即摆无张甜才去看到的啊。阿宝安尼咧讲，而且是哪想哪若有所思，可能毋知咧想啥款，是毋是？若有所思，若有所思，袂思哪想到啥？哟，感谢你讲。当然，即种细字词有当阵啊，迄个中文原来嘛有安怎讲，会使对，而且是讲句就到地，嘛愈来愈侪人用啊。台语的细字词嘛，差不多是安尼是啊。台语的细字词比中文华语的细字词搁较侪，毕竟伫300-400年的台语人讲啊遮尔久啊，安尼华语伫台湾就还袂100年咧，所以要安怎有产生遮物件？若有所思，哪亲像在想啥咧？哪亲像有在想啥？有在想啥？伊即个等于是，讲起哪 A 哪 B 的迄种故事法来，若隐若现，若有若无，若即若离，若明若暗。阿宝就讲，无咧，以前就捌看到过，是即摆无张伫才看到的。然后哪有想到啥？讲我咧想吼，金姑娘，这绝对是咱的查某学生和隔壁查甫学生伫这墙仔边，伫这墙位啊芳伫咧通批啦，毋是即帮，毋是即边通过去，就是迄边通过来啊。金姑娘就同意，金姑娘就真同意伫咧顶头。压低声音伫咧阿宝的耳筒边讲，即款代志实在真歹名声啦。若传出去吼，看是要安怎？阿宝啊，你着爱点点，千万毋通讲出去，有听到啊无啊？阿宝真服从伫咧顶头，连声也毋敢只惊出声，只惊若出声会甲消息漏泄出去上款。金姑娘，所以金姑娘就转离开别仔园，一个转去到伊的办公室。就用家刀甲这批剪开，想要探看卖迄内底收批的人和写批的人，煞料袂到讲，迄批内底除了开头写阿哥和批尾写阿妹以外，找无任何的名。而且阿哥和阿妹，这个当然是用中文。阿哥阿妹这可能是敢若刻意的啊，啊毋过呢，当然用台语来讲，可能是阿兄。还是妹啊，我毋知影，伊去用对中文去了，迄就敢若袂输台啊，甲一寡别人的概念啥拢符无去啊，就无去啊。伊家写做中文的时阵，就变阿哥阿妹，到底是啥？阿兄小妹遐毋知。迄批是用白话字写，金姑娘真简单就会当看有。迄张批的开头是安尼写，自从迄一日伫教室后园和阿兄讲几句话了后，金姑娘才念完即句，规个面拢红起来。后壁是愈念面愈红，念到批尾，感觉规个拢红甲袂当读煞，就按椅仔顶跳落来，手背咧较只拼伫办公室内底捅来捅去，喙里阁无张诶，不知不觉伫咧讲，即款天大地大诶代志啦，查某囡仔人哪会使安尼啊？哪会使安尼？但是即个写批诶女学生到底是谁咧？伊完全摇无，
始终猜不出来。当然，这个词敢若嘛，怎讲？伊嘛会使称做中心先生嘛是有用这个词啊，西中如一，头尾。啊，毋过即马，所以自头到尾，头尾西中。教授安怎讲？当然就是大概就是婉转想无吧。纸头无名，纸尾无名，还是要安怎认啊？敢若有笔字尔，啊笔字个啊，你也无确定有所谓还是你那笔字伫你遮嘛？准讲有，你若要对，虽然讲伊是用白话字写的，毕竟因是迄个啥教会学校嘛，所以教会学校因就是拢本来拢用白话字写啊。一直吼，始终一直自头到尾，尾头到尾，袂变。套牢，套尾，按尾头到尾拢安怎？所以金姑娘一直拢约袂出来，伊就心肝底伫咧暗算、盘算着，了想、拍算、老婆生算、拍算就是拍算、花算、拍算、花算、花算、盘算。盘算，拍算，好，心肝底伫咧暗算，决定要伫咧后一节圣经课里，无论如何要甲这条代志插一个水落石出，插好清楚就对啊，水落石出，水落石出。当然，照字读照字去理解，水清鱼就咸。当然就是抄清楚的意思就对了啦。啊，当然抄清楚就是回应家己的讲法嘛。水清鱼咸，要甲查到水清鱼咸，水落石出。水落石出，水若漏了了，石头就走出来掉。当时安尼，老师回家，逐项拢变清楚，水清鱼咸，问甲逐项拢变真清楚。就是要问甲清清楚楚就对了，大概是安尼。半点钟后，金学生按教室金姑娘等所有学生拢伫咧教室坐定落来，伊无表情，用一种真单调的声音对大家宣布讲：今仔日咱的校友阿宝啊，伫咧别仔园的墙围仔边捡到一张无名无姓的批，毋知是咱班倒一位学生写的，写的人请你举手。听完金姑娘的话，规班的同学拢哇，拢伫咧交头接耳，互相探问，交头接耳。当然我就讲嘛，教字堂交头接耳，交头接耳，毋过交头接耳，哪个人听有无？挖嘴，起不起厝？就是轻声细细啊，无真正大声咧讨论啦，啊嘛无人敢直接呛伊讲，吼无，因为拢无写人常在是毋知影嘛，啊有写的人就
结点点嘛，所以照你读高头接你，意思就是七不一处，甚至三拄喙哦。伊就是坐咧边仔，因即班敢若1、20个学生囡仔嘛，敢若20个款，所以就是坐咧倒边正边的，对无？什么左邻右舍哦，倒边正边的先问一下，像你写啥？你写啥啦？我唔知影像写，就讲是毋是你写啊？所以他妈咧一不一处，一人讲一句，我在讲啥呢？交头接耳，简单就是一不一处，好啦，一不一处。大家就安尼一不一处互相探问，煞也拢无看到人举手，无要紧，若无人出来承认，我也猜会出来。上好是恁家己出来承认啦。金姑娘用同款的一种声调伫咧讲话，但是等真久，游园拢无动静。金姑娘想讲，若搁安尼落去嘛是无路用，所以伊就声音掠悬对大家讲：即马大家拢甲我摕一张白纸出来，敢若听到一阵七七叉叉的声音，伊就708落。对，老师讲啥你就是爱照做嘛，所以708落。季节跟708落。拄则是七不一处，算啦，较实啊。第一代是敢若摕2项落1项安尼，敢若无啥相款哩。细算就有可能啊，就是有人压正面，有人压倒面，有人可能搁咧洗翻身嘛，咧创啥货安尼。线爷爷，线嘿嘿。你人敢若真正较奇怪，好啦，佮听到一阵，听到一阵细细散散的纸声，等到每一个人甲白纸放伫咧桌仔顶，金姑娘就搁下话字甲我写，伊就要开始念批信的内容，因拢会写白话字嘛，叫人写白话字。自从迄一日伫教堂后园甲阿兄规班的同学拢哇，伊一听着哇，那遮尔迄啥，一听着感觉真歹势，真批啊你，无人写过真批，就感觉那会写个你说讲几句话了后，有人未赴写完，就要求金姑娘搁定读一遍，所以金姑娘就搁共一句话定念一摆，等到拢定念煞。金姑娘就叫学生甲家己的名写伫咧白纸顶悬，写完，佮叫每一排的人甲纸按上尾一个人，一个传去到上头前，然后再由上头前即个学生囡仔甲所有的纸送来到金姑娘的手里。金姑娘算咧算咧，目头夹夹，又佮算一届，目头夹一个佮较深，就大声讲：哪会敢若17张尔尔，毋是18张，啥物人无交？无看到教室内底有啥物反应，大家面相像，看来看去，面面相觑，左顾右盼。这嘛真正就是，毋过又毋是叫人写名，敢若有写名一个点啊，奇怪，我毋知啥原因。面面相，这里句啥我毋知。相觑，我毋知影。这里较早你好，我就无对啊。相像，大家相像。左顾右盼，看来看去，大概相像看来看去，对是安怎？面面相觑，乌人对白人，四目相对，你看我，我看你安尼，大家看来看去，所以左顾右盼。你看我，我看你。左顾右盼。看来看去，看一包久。
头壳活来活去咧看，头壳活来活去咧看。无看迄教授有啥物反应，大概小想就活来活去咧看，想要知影到底是谁无甲纸交出来。忽然间听到活里哇一声拍咧桌仔顶哭起来，规班的同学发出一阵的吐气声，紧张的气氛也因为安尼放冷。但是金姑娘原仔面色无变，伊原照进前迄种严硬固执的表情，行去到月里的面头前，轻轻搭伊的金甲头，讲：月里毋免哭，对我来办公室，我有真侪话要甲你讲。月里用手砸面对金姑娘去，等因做伙行出教室的门，所有的学生就袂输那七鸟啊，一字一字伫咧讲。含查甫人通情批即种代志实在是太严重。为着要去月里的厝里，请伊的老母来学校面谈，对伊的老母讲，本来要将月里开除退学，但是顾虑到伊还阁少岁毋捌代志，以及伊的光明前途，就思考再三，才免除即个处分。伊愿意留月里伫咧学校，敢若希望伊从此以后会当和情人断绝往来，专心伫咧课业顶，而且并且伊的老母将学校的意思私底下讲互月里知影，互伊会当明白即条代志。月里的老母转去了后，淡水女儿又搁开口引一个和平安静，为着惊即种歹代志宣传出去。金姑娘也无方便去隔壁的淡水中学去追查迄个情人，敢若将月里单方面隔绝起来，就准拄煞。投受一件新的代志，从此开始，迄就是金姑娘从此日夜拢伫咧巡视全校的时阵，便若经过叶啊、枝叶发甲黄黄的别仔园，佫会上细伫咧墙围仔顶的竹条旁，伫咧找看有可能藏伫内底的白色的皮落啊！真正是吼。礼拜日下晡，照惯例是人客来拜访的日子。有一个礼拜日的下晡，月里摆脱众人，家己一个人走伫咧宿舍内底读圣经。金姑娘派金姑娘来找月里，讲有人客指名要来访问月里。月里只好甲圣经藏咧，对金姑娘来到礼堂，却看到迄个椅仔坐的两个妇人人拢白骹，其中一个较老，看到月里一件碗就徛起来，记另外一个较少年的妇人人互看，而且甲讲，这就是月里啦，这就是月里啦。月里伫咧离因几步前就停骹步，毋敢阁行进前。伊原底了准是因阿母啊来甲看。煞料袂到是两个青云妇人人，迄个少年的妇人人大约40岁，穿甲珠光宝气哦，这总共14字，珠光宝气断衫吼，迄个啥好野人的夫人就对了。金当当，满人性，金当当满人性，就是规身躯的迄个啥，所有价值的物件拢藏在身躯顶就对啊。所以，安尼金当当，然后咧，银足金链。拢金啊，拢金地方，无遮个事，无即个事。真个就是，所以发觉就是规身躯的价值面，手拳破链，绫流丢断，绫罗绸缎，这是绸裙断衫，应该是绫罗绸缎吧，我唔知。
我先看嘛，零楼。零楼绸缎，靠，你讲查有啊？零楼绸缎，靠，我看卖，我记是这个事。看这就是穿的衫是好的料，大的手款破烂是金银财宝，那是金银财宝。安尼我看下零嘞。零条，零条，零楼条缎，对啊，零楼条缎，零楼条缎，零楼银饰，我这就是好的料，所以迄个少年的富人人差不多40岁，规身躯穿甲金点点，伊一个声也无出，无出甲一声，敢若用金丝式的眼光月里规身躯顶顶的会上细甲钱，袂输要甲伊每一寸皮肤拢甲看透过，月里心肝底也感觉真嚣伊。即个少年的富人人，确实是伊将来就捌看到过。但是迄个较侪岁富人人，差不多50外岁，煞袂输，敢若有淡薄仔，只是袂记得是伫倒位看到过。月里伫咧记忆内底找一部，原来伊就是因庄里专门伫甲人讲亲情的媒人婆。村里的人拢甲伊叫做小银五啊。伊达不时就伫咧每一家每一户。经常在每个家里闲坐，但不时就伫家家户户过家吼，但不时村里的人拢叫伊小金五嘛，但不时就伫咧过家，便若看到10外岁的查甫查某，就问人讲几岁啊？做人也袂啊，有一个甲你的真会合，所以就怎啊？言归正传。头前先开破还是开头，然后后壁就要讲正事啊，就对啊。伊靠这咧食青啊是安怎？言归正传，讲来正经代志。言归正传，就这样咧读哦，这个是意思。直接言归正传咯，好啦。言归正传就言归正传。所以啊，有一个人甲你真会合，就讲转来正经事，替人做，就要替人做亲情。外里村里的亲情也大概拢是小金五嘛，伊出世的，连外里的两个表姊的亲事，也拢是伊出世的。但是伊今仔日为怎伊要来淡水旅学咧？而且佫叫外里出来见迄个另外迄个青云富人人创啥咧？我里心肝底一直有即个疑问，煞毋敢简单的讲出嘴。但是小金五嘛，就先开嘴讲啦。我里啊，就是恁老母咧甲你放亲情啦，叫我四过甲你探听，就是即类单姓娘啦。因伫咧台北大场埕开茶行，伫咧大龙帮开庄仔药，真好业呢。恁老母听讲有真介意，恁老母听讲有真介意，才叫我带伊来看新妇啦。小金五嘛咧讲。然后就回头去对单姓娘讲：“你家己看，即个面水人个，即个挑人又要讲挑人，面水人个挑人，个读甲高女呢？你敢有底找即款新妇？”我就讲迄个音号内底要用台语来表达，啊，毋过迄个时阵1990年代会用字较袂一致化、标准化。每一个作者拢照伊家己的想法，才会较找伊家己认为字的音还是意思较小活来斗。啊，这后壁
30几年后要来读当中一寡字，真正唔知有当中会三无到底是要读啥？乃至来罔听，吼，我哋讲龙头沙这个戏出应该是较精彩，小说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小金嘛，都还未讲完，外里就把手巾仔摕出来，明仔暗内翻头就走转去宿舍，就按床里一个往床上一抛，这啥啦？迄个动作当然是知啦，就是去用安尼讲，啊然后不管是歹势还是安怎，甚至迄个瞬间要讲晒太，还是安怎，反正冲了就转去到宿舍，一个就拼伫咧眠床顶，无甲一刻，外里的阿母就叫人来相亲的消息就传到全学校，迄两个人伫咧礼堂点坐。看外里真久阁无出，看外里足久无阁出来，也感觉无趣味，就分别坐伫咧，就分别坐停伫咧校门骹口的两台，即啥因为是叫迄个做，迄个时阵敢若有，或者啥，即啥人力车要安怎讲？而且，两台手车转去。毋过迄个手车，我毋知迄个啥，日本迄边咧讲迄什么人力车会安怎讲啊？伊即摆写改写2辆手车，啊，然后讲这是台语，或者啥手车，人力车，直接改读人力车，当然即种用。迄个啥，一只大只椅挂2个链，然后头前有一个杆通好夹，就是迄个人力车夫嘛吼，啊所以就是拖咧拢，还是拖咧走安尼。有来个手车吼，安怎？二车，牵车，离啊甲，敢若毋是袂使，只是尾啊，离啊甲敢若拢是伫咧拖物件、载物件、塞物件用的嘛，把迄个物件放咧顶悬，啊人塞咧行，还是拖咧行嘛。当然，到即马阁有另外其他的变化嘛，什么4个链啊，一骹箱啊，放咧4个链啊顶悬，阁有一个杆会使拖咧走。进前就看到有人迄个环岛的时阵，对无？你盘咧身躯。要行规工，你搁盘咧身躯，你是咧，所以就怎用一台车，用细台的车拖咧行，对，叫拖咧公伯啊斗牌啊，教练啊就好啊你。所以手车是因为1976、1979 Marino 是拢改，直接就是写人力车。1956年嘛是讲人力车。然后一直到台华线电子书店才有收手车啊。东方白这个小说是1990年代所出版的，有可能是东方白先生细汉的时阵就捌听到过，讲做手车呢。所以历书店顶悬所收的字词，有当阵啊，民间毋知讲偌久了，直接改收入来。月里煞一直咧靠规步，一直等到金姑娘要暗啊巡房经过宿舍的窗仔的时阵，看到伊悠然伫咧眠床顶咧醒床，金姑娘才通过，甲伊的金甲头抹咧，咧甲安慰讲：讲查某囡仔，伊要看清，只是为因啊。讲查某囡仔，伊要看清，就做因去看就好啊，哪有啥关系啊？咱莫答应就好啊，那就靠。但是阮老母会强加，我嫁啊，强甲我嫁。伊迄个嫁，伊就写，真正是扣迄个外音嘛，加减减的加是加，啊毋过加什么嘿？所以迄阵可能定在扣音的。但是阮老母会强甲我嫁啊，我你着哪床哪里用，说你免惊。你以后就做你乖乖读册就好，
恁老母嘛要甲你，若要甲你嫁，我会甲伊讲，讲你要细汉，我会甲伊讲你等几年，等你愈学读煞，才佫讲。我哩听完金姑娘的话，总算讲平静落来，也无佫哭啊。也毋知为怎样，即个暗时，我哩就困袂加做，变来变去困袂加做，一直到天要光的时阵，才喊你怎困去。梦见着一支乌手按窗仔口的一个破窗仔芳，伸入来宿舍。袂输是一只乌噜噜的蜘蛛，愈变愈大只，按我哩锁来，惊甲伊大声叫。颠倒甲面戴伫咧枕头里，煞感觉迄个乌手按伊的颔仔棍一个锁，骨冷冷，互伊按眠床里惊甲跳起来。规宿舍里，伫宿舍里内底乌白状，团团乱窜，哟，这真正困袂加做，天要光是天要光，一直到天要光才有困去，还佫困去，佫伫咧迷茫。迷茫就搞袂，佫做即种噩梦，真正是真可怜。在宿舍里团团乱窜，啥咧拢也是乌白状，不啦乌白状，就伫宿舍里乌白状，甲所有宿舍里学生拢惊醒，掠总是掉头头。等到有人点灯仔火，早看门甲窗仔拢关安然，也无人入来，才知影原来是月里做噩梦。伊那宿舍毋知住几个人，毋知影，毋知几戏厝内底敢若是安尼几个人，4个人，毋过是敢若一面啊，而且迄个戏厝内底看起来敢若佫不了大间咧，我讲不了大间，凡是有甲4、5个以上。较早伫学校，阮咧4人房的宿舍，佫敢若长安尼嘛。敢若嘛无4、5倍啊，我毋知影。按第2天开始，我哩就感觉颔仔棍上，尾啊肿起来。过无几工就起一粒一粒的，这算粒啊啥？伊讲疙瘩。即2天仔你用着老师有伫伊的面册分享讲粒啊、钉啊、甲圆啊，对。所以。当然，即个时阵也毋知影外里这啥物状况，敢若看到起一粒一粒的粒啊好啊。迄个粒啊继续咧大个变乌，一月日煞，规个颔棍后壁就袂输那一罐葡萄。金姑娘叫校医来看，当开始也顾一寡消毒止痒的药啊。等到规罐葡萄拢成的时阵，校医就甲金姑娘讲，迄是无正常的肉瘤，爱去找专门的外科医师开刀甲挂掉才会使。开刀开煞，爱搁伫厝里调养几个日。金姑娘考虑的结果，就去叫阿宝通知月里的阿母来学校，甲月里带出学校去病院开刀来医治，而且请伊办理休学的手续。休学如何？你当然教字读是 OK 啦，只是台语讲有啥物想法？休学，或者就是休学，叫啥物？休学。而且看起来。就无可能阁读落去，就是休学。阿宝就遵照金姑娘的命令来到月里的厝里，甲月里的老母通知。迄天暗时，关电火要困了后，迄天暗时学生囡仔准备要困，电话禁火了后，有一台手车。伊部手册伊是用中文，也毋过用台语即个描述一张，因为桥是一张的桥嘛，所以尾啊4轮的车的时阵，伊嘛是用一张轿车用张，毋过即马即个车是2轮的，
2日的时阵，一台一只，我毋知这量数，因为中文写一部。有一台手车就按淡水火车头来到半山腰，伫咧淡水女学的铁门头前停落来，等到迄个车顶的负责人落车，车夫就伫咧铁门边试电铃，讲要入来。本正这毋是人客来访的时间，何况学生囡仔也拢去困。学校的校园办日常会顺早暗时顺早了，去会听到，才行来到铁门边，一个门才知影原底是外里的阿母，外里的老母，因为听到阿报下晡的通知，才拼暝赶来淡水，想要带外里转去厝里。拼暝，伊是住伫咧倒？伊是住5股还是住艋舺？敢是艋舺？伊甲迄个像。雅信共款是住咧艋舺，所以就是伫咧淡水河的游花，所以免过淡水河，毋过嘛是爱过迄个过人河啊。才透暝要甲，才透暝赶来淡水要甲外里带转去。金姑娘铁门拍开了后，互外里的老母入来，然后带伊来到学生的宿舍。门拍开入去，甲油气灯点互倒，一时之间，大家拢醒啊，拢穿困衫，按眠床爬起来。金姑娘来到外里的眠床边，催她穿好衣服，这个催赶还是啥叫？当然，厝里人要来催，要来带走啊，穿困衫。即马要离开宿舍，总是衫爱换好嘛。花鼓吹就是吹切吹切，改吹。我是当查古字的吹字啊，当然古字吹字。伫迄个张龙教授这本字书典内底，目前因敢若找台语内底游玩还袂有迄个啥，线顶的资料通好找，伊线顶的资料是敢若讲叫你去买册嘛，看卖是毋是真个安尼？伊进前因敢若有叫一群人甲伊拍，吹过就是吹脸了，就是吹就好，就是吹。我伊嘛敢若讲，一字一对安尼尔，嘛无实际内容啊，无像其他迄种的。就吹紧甲衫穿好，甲伊款包袱啊，拄想要甲伊交互伊的阿母，煞料袂到外里。是厝行几步啊，看到徛伫咧宿舍门口的老母，就倒球转来。忽然间，米伫咧金姑娘后壁，甲伊揽咧，大声哭出来。我无爱转去啦，若转去，阮老母会甲我嫁啦。听到即个哭声，外里的老母就家己行入来宿舍，来到金姑娘的面头前，对米伫咧金姑娘后壁的外里温啊讲：阿母袂甲你嫁啦。要带你转来去厝里收养尔，着爱互我过来读册，着爱互我来读册，我才要甲你做伙转去，我才要做阵甲你转去。我是看伊的字，我想看安尼读，我才要甲你做阵转去啦。好 ，OK 好。着爱互我来读册，我才要做阵甲你转去啦。我你继续哪哭哪讲，好啦，哪会毋好？病若好，阿母绝对互你阿母绝对顾你转来读啦。外里的老母讲，外里游玩丢毒，外里游玩有淡薄怀疑，毋敢放开金姑娘，所以金姑娘就过身去对外里讲，甲伊的头稍稍咧对伊讲，金姑娘甲你保证恁阿母会顾互你倒转来读册。
外里就用外里就目屎干目甜，单头看金姑娘就半跍落来，面对外里，任外里一困，用上慈祥的声音细声对伊讲：你看金姑娘，金姑娘一生敢捌讲过白贼话，乖乖仔听金姑娘的话，金姑娘才要笑你。而且，听好啊，金姑娘才要听你。结果伊写的听是迄个啥痛，疼痛的痛，而且疼痛的痛。当然台语是讲听啦，金姑娘才要听你。讲煞金姑娘就轻轻啊，伫咧外里的下头斟一个，然后就徛伫伊个袂输电火条的落卡，立起那电线杆式的高声词。因为金姑娘是人高强大汉啊，所以就是徛到停，甲外里牵互伊的老母。金姑娘替外里赶行李含包袱来到铁门遮。由即个车夫接过手，等外里愈啊愈拢上车，就搁下面下一只手，才转来想要甲铁门关好，才忽然间发现所有的学生拢穿困衫，毋知伫时就徛伫咧铁门内，伫咧暗暝的冷风内底细细阵，你会冷吧？迄阵来当时，金姑娘就惊，遮尔冷，暗惊去寒着，紧去困，紧去困。所以金姑娘就出力大的手，甲伊赶转去宿舍，然后才翻头甲铁门慢慢圆歪歪关起来。等甲铁门关好，想要转去伊的办公室，想要转去伊的楼房休困，煞看到学生囡仔的宿舍的油漆顶还佫点倒，无人甲喷落花，就只好佫按宿舍锁过来，一个入去到宿舍，就听到一阵淡仔刺床的声音。原来是大家拢还袂困，大家拢趴伫咧家己的面床顶，才恁即摆对因讲：人大斗阵，总是有一日爱分开，这是真世上的代志。有啥物通哭？大家毋通悲伤，紧去困。明仔载，大家就爱佫起床来上课咧。讲完，伊就行去甲油漆顶喷落花，翻身就冲出来宿舍。沿路上，伊拢踏稳定的骹步，等到伊甲学校的边仔门拍开，行转去伊，行向伊迄个双层的楼房，伊的骹步也开始丢，才踏上楼房的石級仔，伊的后拱已经甜，会歹势哦。伊的骹步开始丢，后讲已经低，安尼一个学生囡仔无读书就怎啊？因为阿妈滚遐教，叫低都，对嘛？我低都算了啊，啥物会晓？伊就雄雄公公冲入去伊的房间，跪伫咧床边的一支金色的十字架面头前，额头祈祷，目屎也慢慢啊流落来。这是第15节。应该是会使佫继续读落去。拍什么甲即一种伫咧讲虎姑婆的故事。好啦，吹落去，来第16节。过了年，雅信一年敢若转去厝里2届，一届是歇热的时阵，一届是歇寒过年的时阵，其他拢留伫咧淡水女学的高墙铁门仔内。但是即一年的热天，伊煞伫咧歇热进前2、3礼拜，赶转去到艋舺。原因是伊的后籍区员家已经强要死啊！可能安尼就是讲春水也一口气啦，可能是安尼讲，病入膏肓。当然就是讲已经照理讲就是迄个啥，病到真严重，已经春水也一口气啊！
病入膏肓，病入膏肓。因的中文翻译敢若是讲家读做黄血啊，什么血，我毋知影。较久以前敢若是安尼，即马诚久我毋知影。因缘一时，病甲真伤重，已经剩最后一口气，香香啊，奄奄一息，奄奄一息，好啦。我讲放空主悲是会使，啊，毋过读做高语法。2年前，雅信歇甲转放假时阵，屈原家也已經有淡薄仔肺病的徵象，無啥會食，閣真容易感冒，一直咧嗽。柯秀英也早就有，柯秀英已經有真紅肺病的經驗，就警告伊愛細膩啊保養，做事毋好傷過勞。但是屈原家攏是毋聽，為着要收租，就四過走喪。為着要記帳，攏半暝啊點燈蠟啊佇咧算，規暝燙天，通宵達旦哦，拼暝工，通宵達旦，感謝你，通宵達旦，好嘛，通宵達旦，四季種，東奔西跑，無我這是想唔到，係勢，拼暝工，規日走趴趴，半暝點燈蠟哟，規暝到天光安尼，結果總是破病啊，毋過病倒了，病倒了，病一個爬袂起來哟。怎會這樣講？過境，病到末期過境，為着要收租四過走狀，為着要記帳，逐不是咧拼暝工，尾啊就怎過境。大仙是伫厝裡療養，尾啊去住台北療養院。對柯秀英來講，袂輸是千篇一律哦，因為真翁嘛是安尼嘛，啊，即擺即個閣計即個屈原家嘛是安尼，所以千篇一律，共款鏡頭對，還是安尼講，故事講相款，千篇一律，千篇一律。千篇一律，攏無變化，攏共款，攏無變化，攏共款。所以對柯秀英來講，袂輸攏共款，只是一個人換另外一個人的命。雖講表面上伊也是假做真定定，但是怨名怨字無人知。可能唔知影，雖講表面上伊原來嘛假做真定着，但是心肝底又閣柔腸寸斷，寸長萬段哦。可要講這個固定字詞是有可能字詞恁找着，也毋過對作者來講。伊可能就是要創造意思相款，無共用字用詞嘛。就剛才我就講迄個台灣朋友錄嘛，差不多是安尼時嘛。所以柔腸寸斷，伊即擺是寫寸長萬段，我哋就是心肝底艱苦甲袂固定安尼啦。雅信的真病，林志勤的過身，因為是迄個時陣伊還細漢。如今也已經袂記啦。即馬後職是愛伊那家己的親生查某囝，由伊按翁哥請志到，但是即個後職
听伊就袂输，听伊就袂输，那家己的亲生查某囝。啊，伊按红高赤字一直到3甲剩一支茶，骨瘦如柴是中文的讲法嘛，所以骨瘦如柴，骨瘦如柴，3甲剩一支骨，对。3眼3骨落叶，3骨落叶，骨娘娘，3甲剩一支骨，骨痒痒，骨痒痒，骨痒痒，3尾巴，骨痒痒3尾巴，因为伊迄是破病的散嘛，毋是拢人诶，迄个啥挑工练的散啊。所以原底是红高赤字，即马是3甲剩一支骨，对啊，3甲剩一支骨。所以伊按红高赤字转3甲剩一支骨的即个经过，又搁是伊亲目睭所看，所以逐工就去台北疗养院隔汤探病的时阵，伊就真正感觉到骨肉生离死别的悲痛。迄也真正是祸不单行，破厝拄着透霉风向，还是啥物无米减论无？啊，搁啥？祸不单行，这台语毋就这种讲法的呀？带你换着现在，就是安尼。祸不单行。佫有一个英语敢是讲啥物？歹事拢袂家己来的啦，就是种啦，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嘛。祸不单行，祸不单行，祸不单行，福无相至。毋过这我感觉拢是对迄个啥字面上伫咧解说啊，伫台语内底，至少我拄仔想到迄几个嘛。破船拄着歹工路，人是破船拄着好工路，爱是破船拄着歹工路。无米咸炖鸡，我讲啥？带你换了，带你换啥物事？我带你换啥物事是干那一项的尔。这是歹代志3岁来啊，无好的代志就是冲过来嘛，小连线，歹空小连线，歹空的连线，歹空的连烧线，这连烧线烧线咧，反正就是差不多就是安尼。已经伊两早2礼拜回去，是因为因即个后脊已经病到真严重，剩最后一口气啊。到这是歹空的小连线来，等到躯安甲一个死，才甲毁坏骨头夫埋葬伫咧观音山。躯安甲的几个兄弟就上门订户，要来要求柯秀英一家口啊母仔囝3个人会减互钱。躯安甲的几个兄弟就上门订户，要来要求正做柯秀英一家母仔囝3个人的监护人，主动要求要管理躯安家留落来财产，理由是柯秀英才32岁，伤少年，无才调管理财产，而且伊阁生甲遐尔水，惊会去互其他歹人拐去，连财产会去用骗去。为着因一家口啊3个人的生活保障，还是由因几个兄弟出面来管理较妥当。针对这项无理的要求，柯秀英当然是严厉甲伊拒绝，而且回答因讲，伊较早伊真翁死来定价，是因为身躯顶也无半仙，袂当养饲2个祖囝。现主时敢若有躯安家的财产，
伊就决心无要搁嫁，也决定规世人要守寡来教育两个祖囝。若管理财产的领域，伊就请伊免烦恼。就准讲一时袂晓，日后也听我慢慢学。因为迄几个兄弟意思毋是伫遮，当然也袂满意柯秀英的回答，就联合来请律师上法院，要求正式监护权。这个官司就安尼答平落去，逼雅信和伊的老母，达不时伫咧上法院来审讯，更加互雅信伫咧未来几年的诉讼里，学到袂少法律的常识。这真正就是因中文华语讲的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所以食高米一解需要是安怎？大概是安尼。第17集，伫咧雅信开始囝读伫咧淡水女学的头前几年，大苗先生每一年拢爱去淡水甲探望一两届。若雅信便转来到艋舺歇寒歇热的时阵，伊也拢会去大稻埕公学校去甲大苗先生请安问好。就伫咧1年前，大苗先生来到淡水女学的探望当中，大苗先生就甲雅信讲，伊无偌久以后就要转去日本娶某，伫咧日本结婚小大1、2个月，才要甲某娶转来台湾生活。伊而且还佫讲，若准讲有甲某娶来，伊也要和因某做伙来淡水来甲伊探望。煞毋知为安怎，自从大苗先生转去日本了后，雅信就无佫看到伊啊，而且真久以来也音讯拢总无。大苗先生到底有转去日本啊无啊？伊伫日本到底有结婚啊无啊？结婚了后，敢有甲某娶转来台湾？这个问题就一直拢伫咧雅信的心肝底踅来踅去，萦绕萦回，就是三个大问题嘛。大问题，雅信这个时阵也是李新年，李新年就毋知影讲到底是啥物状况嘛。萦绕，原底是拢学的萦绕啦，伊家用一个萦回，回旋的回，所以萦绕，我哋就是伫读甲内踅袂煞，还是加袂停，还是啥货？萦绕。萦回萦绕，困甜，这个问题拢一直困伫咧雅信的心肝底。但是即摆转来艋舺，奔丧是进前迄个啥？进前迄个头前个故事，周福生转去福州嘛是奔丧，所以奔丧。喷松，还有啥物？喷松。进前是周福生转福州送因老爸，才阁转来台湾。即马是雅信送因后籍去原家嘛，所以喷松喷走。时代过身紧拼，所以拼转去相杀。所以一般拢是下对上的啦，就是时代嘛，还是中。所以时代中辈过身了，做事势就是爱紧撞转去，就紧拼转厝，撞转厝。所以，即个转来艋舺，即个因为后籍过身撞转来艋舺，也实在是伤无闲，阁无心情。现主时敢若代志拢办煞，伫咧落长的日子，
哪是就阁想起大苗先生，总算讲有一天，伊就穿整齐的大道衫，甲头毛尾拍好，就大场顶爱讲学校去。哪是满心期待会当看到大苗先生会落用心情去敲迄个篱笆门，才敲两下就听到大细声的狗仔咧吠，惊一条倒退3步，四周围看咧看咧，咧怀疑讲伊敢是敲毋着门，或者是大苗先生早就无住即间宿舍，因为伊从来也捌听到大苗先生有介意饲狗，就伫咧雅信丢除到底敢要继续敲门，还是要翻头离开的时阵，已经听到大苗先生迄个心实死的声音，伫咧喊讲：是谁啊？麦来茉莉。哦，啊！你叫迄只狗的名是谁啦？茉莉，莫学袂肥，可能是人客哦。茉莉，茉莉，一下墨菲的墨，力量的力，所以有可能是迄个日语的茉莉哦。我咧摇我毋知影啦，我学袂摇诶，应该八九不离10票，看一下咧。是谁啊？茉莉我袂肥啦，可能是人客哦。是谁啦？是我去雅信暗看袂牢，欢喜伫咧发。是信将哦，小等一下，我甲即只狗绑啊好，较袂夹着你。茉莉叫你莫叫，你个是你是你的先生的一定人客呢，叫你莫肥啊啦。所以代表是肥，伊个肥字，伊家写迄个什么狗还是头，我毋知即字安怎读，就是迄字生得足像片啊，迄字，当然真足看是下骹一只牛，顶悬是一个自己的字，边仔一个 Q 字放安尼，叫你莫肥啊。我是伫咧先生豆豆啊干，敢若听到大苗先生慢慢啊行的插架声，按正拖去到遐，然后是铁链啊含狗仔咧滚动的磨涂骹声，最后篱笆门才圆圆开开。我是拄要行向前，煞忽然间骹步定掉，进退不定，伊一时之间规戆硬去。敢若看到大苗先生挂一副乌目镜，头歪一边，望一扇门开向另外一边，一支拐啊，还佫挂伫咧手腕震动海。大苗先生，你的目睭是安怎？哪是总算讲激出两声，佫停去。煞也嘛毋知安怎呢？就是最近完全无看到。毋只饲即只军用狗，一个人出去的时阵，通我带路。大苗先生头歪咧，对篱笆内底一丛丁仔花伫咧讲，讲完就激出一个真勉强的笑容。伊家写灯芯花，我会记迄个就是中文讲是扶桑花啦。五百有一首歌做丁仔花嘛，就是迄种花红色的嘛。然后我会记细汉的时阵，甲迄挽乱，甲内底迄个啥花心香，因为迄个面嘛，所以会使念，就念咧鼻啊呢。囡仔人拢会安尼讲安尼。所以就是讲歪头为内底篱笆内底一丛丁仔花伫咧讲完就激出一个真勉强的笑容。大苗先生，是啥物病啊？嘛毋知是啥物病啊？打开始的时阵就目睭就看到雾雾，医生讲是神经炎，注2声了后好一困啊，无偌久就佫开始雾。医生就佫注射，煞也无啥物效果，尾仔就哪来哪严重，最近就完全无看见啊。医生尾也讲毋是神经炎，但是啥物病也查袂出来。安怎？互你喺门口徛遮久啊？今年热天真热呢，莫热一个歹去呢。热坏了，这热坏了，这热坏了。
早上3伫确认大遮啦吼，我看到什么是拖车离啊角迄个树木啥，困袂敢做啥，人水大龙杯，放屁大破屁，这人水大龙杯，放屁大破屁，可能无够强烈，应该是讲什么屁喙烂头死鸡啦，什么人若衰屁喙烂头死鸡，大概是安尼吧。丁阿花应该差不多，我会记是扶桑花啦。啊，古巴迄首歌是伊尾啊才知影讲伊毋捌台语字，所以记毋着字啊，是丁啊火的丁啊，电火的丁，毋是铁铃的丁啊。不管，伊就讲毋通热过头啊，紧入来，按泥巴门到现馆的迄段水泥路啥？毋是点啊加concrete阿摩陀路，按泥巴门到现馆的迄段阿摩陀路。我是想要去抱大苗先生，煞个毋敢伸手去，就记在大苗先生沿路骹拐啊，对一步前扫，啊，搁若斜目提防绑伫咧木瓜树下底，伫咧低声发威的魔力，伊狗仔拄着青有人一定迄种境界声就对啊，所以现在讲。低声发威，伊狗仔拄着青有人真正叫安尼嘛，敢要啉茶，信啥嘛？这茶伊，这拄伫榻榻米坐定，大苗先生就问雅信讲：大苗先生，我袂喙焦，若喙焦我家己来。雅信回答：哇，应该真久啊，已经足久啊，阮某应该买菜转来啊，哪会到当袂转来？大苗先生。坐店一困了，就家己住，那是无关心别项，敢若关心大苗先生的目睭。所以经过一段不哩啊长的店经了后，就搁问讲：先生的目睭是当时开始破病的啊？自日本转来第3个月开始，头起先敢若目睭模糊，看无啥有，住2下了后好一阵，又搁模糊起来，就搁住2下，无啥效果，就哪来哪严重啊？我拄则敢毋是甲你讲过啊？哪会搁顶讲一下啊？你看，信啥嘛？自从目睭看无了，记忆嘛愈来愈歹啊。大苗先生哪里讲，就哪哭家己的下头，家己伫咧笑笑讲解嘲。自我解嘲是啥？家己口水啊是啥物回哦？台语嘛是应该有这个语境啊。自我解嘲，该烧，你是讲解烧解嘲嘛？所以，而且近前咱捌查过，就是无够熟悉的，真正记袂了，而且是无迄啥。记一个点，还袂找到记一个点啊！你操，我别检查我查自我介绍，就是自我介绍，哪一种嘞？遮羞解嘲嘞。遮羞解嘲，遮羞解嘲，想办法惹砍飞回见笑蛋，毋是个英文。想办法惹砍飞回见笑蛋，有可能啊？因等于是家己咧讲。我自我解嘲是介绍，自我介绍味啊笑啊！先生安尼是要安怎教册啊？嘛，先生安尼教册要安怎？
伊教册要安怎，是要安怎教册，伊已经敢若无啥习惯咧。教册我半年前就无教，敢若伫厝里休养，看目睭会好起来无？煞愈来愈歹，看起来是袂好啊啦。伫咧台湾也无啥路用，所以就决定要转来去日本。先生当时要转日本去，大概是后个月啦。本来想讲过一阵才要甲你通知，啊，即摆你拄啊好来，真拄好。大苗先生讲咧，佫微微啊笑起来，笑一困了后，就当作另外一种口气。信长，听你安尼声，我真欢喜呢。等一下，阮某若转来，你会当家看。我达不时就伫你第一面头前提起你，伊也真想要看到你。怎样？真久无听到你讲起淡水女的代志啊！讲来互先生听看卖啊。金校长敢佫共款遐尼歹？你每日敢佫定定咧哭？5年前伊叫我莫去看你，讲较袂伫你。5年前伊叫我想莫去看你，较袂互你想厝里，惊你哭。你即马袂佫哭啊吼！哈哈哈哈！大苗先生着家己那快活伫讲，一点仔就看袂到伊悲伤的表情。那时就点点仔伫咧静，伊迄双无色无那时就点点仔伫咧静，迄副乌仁目镜，想起着较早大苗先生替伊伫咧热头毛、甲头毛尾，又搁为伊插花迄个情景，迄个榻榻米、迄个茶房的行路，甚至迄个朴实白墙仔顶的长条形的镜，拢无改变。但是大苗先生煞变啦，变甲逐项都无看去。伊会记得较早大苗先生真容易就流目屎，即马煞变甲遐尼简单就微微啊笑，有当阵啊佫笑甲遐大声，甚至洪雅信会淡薄仔加润顺，怀疑讲即个眼前的大苗先生，敢会是自较早迄位讲话轻声细碎，佫带着淡薄仔女性温柔的大苗先生。上帝敢讲无目睭，为怎样千千万万的人无要去甲伊害，偏偏要害一个遮尔善良温柔的好人，互伊目睭无看见，互伊目睭失明，佫袂当看到光明啊！伊到底犯着10戒的倒一条戒啊？为怎样爱受安尼的惩罚？为怎样啊？雅信家己问起来，雅信自问，煞忍袂了，窜起来，紧甲头垂落来，用手部甲喙掩咧，惊迄个哭声去互大苗先生听见，但是又愿去互听到啊，所以伊就讲：信长，你咧哭哟，你咧哭啥？哦，较勇敢咧啦，毋好哭。信长有两蕊真水的目睭，哭了就歹看咯。大苗先生安尼讲，忽然间就吐一口气，真久无看到信长的大蕊目睭安尼。信长毋但无停止醒床，煞更加大声哭起来。所以大苗先生就耍活来，伸手甲雅信的头揽咧，又搁慢慢啊捋伊的头毛尾，轻轻啊甲伊安慰讲：啊，莫哭，你若是爱哭，遮大汉啊，哪会搁遐爱哭啊？宿舍外口有人咧敲门，阮某转来啊！大苗先生哪咧讲着，哪按榻榻米徛起来。信长讲：我去开门，你莫去，我惊某会甲你教，还是我去啦。信长看伊行落玄关，摕起挂伫衫架顶的拐仔，门开咧，一步一步慢慢啊通出去。佮若为外口伫话讲：我来啊！当然，我来是台语啦，伊的日语可能袂日语的讲法吧，毋知影。雅信的目屎就掉落来，等到大苗先生甲个把门开开，听见伊含因某伫咧交谈的声音，随佫翻头转来玄关，雅信才紧甲目屎拭落干，走去到玄关边，认正大苗先生和因某。大苗先生的某穿一束素白的，当然是和服啦吼。我好酷，敢是我好酷，我袂记起来。穿
穿一束白色的外裤裤，套一双白色的塔米，伊写竹带嘛，迄、个竹带就是，迄啥，大头帽含其他四指是分开的，吼、穿一束白色的外裤裤，套一双白色的塔米，佮搭一双日本的茶夹，行入来到县馆，就好礼啊好礼，雅信局中雅信会礼，就听到大苗下某温柔啊，佮笑笑啊讲，阮先生定定提起你呢，总是讲信长是伊班上上好的学生，本正佮要去淡水甲你探望，只是阮先生的目睭破病，才无才调去。尾啊，因某就甲大苗先生扭上，尾啊就因某就甲大苗先生帮助伊上榻榻米。等到大苗先生含雅信坐定了后，因某才去准备茶。雅信感觉袂当停，所以就啉一喙仔茶了后，就向大苗两阿某告示：信长，信长，若准讲有来到日本的苦马，就爱来甲阮看哦。小时的时阵，大苗先生安尼讲，我毋知敢有机会去日本的。大苗先生，会啦，总有一天一定会啦。啊那呢，就さよなら咯，一下郑重再见。所以郑重再见可能就是日语的さよなら吧，我毋知。啊，当然台语安怎讲，较无迄种意思，我无确定。好啦，反正就さよなら好啦。无搁考哦，信长先生最后安尼讲，雅信也无回答，敢若就甲大苗因某下手，也不忍心搁转去看大苗先生，就敢若家己头垂咧，大步下出大门。等到听到大门咔啦一声关掉，伊的目屎就搁连出来啊，夺眶而出，啥怎讲？当然是连出来无毋对啦，只是因为真正过去遐尼疼惜伊的老师煞，竟然安尼，怎讲？完全毋知理由，毋知原因，怎规个目睭拢无看见，嘛真正是悲惨。啊，对一个囡仔人来讲，会感觉足无得接受啊。好，第18节，最后一节啦吼。若是三母仔囝住的厝是伫咧淡水河边，离报花还阁有2排家厝仔，遮个厝拢是白沙石做地基，用土角砖做墙来起的。敢若店面含中指跌塔几支啊红砖仔条。若准讲土砖仔角阴水浸淡，墙围仔就会扬起，厝就倒去的危险。所以伊这袂使讲用土砖仔角，这应该是土角厝啦，因为迄个啥。日本时代所留落来一寡伫淡水河边遐个厝，可比讲大稻埕，还是艋舺遐挖钢筋个所在，拢有一寡土角厝啊。遐土角厝就是用啥物乌糖、糠搁啥一寡红樱桃，甲伊泡杂煎。袂输那一块一块的砖啊，当然毋是即摆咱看会到迄种砖啊，咱怎看会到迄种砖啊是5公分高、10公分宽、21公分长嘛。啊，迄种土角厝，我会记细汉看到迄是差不多规半尺的宽度，啊，可能一个手部悬吧，然后规尺宽，规尺长。反正拢差不多即个形啦，所以即摆伊写改写土块砖，重点毋是咧砖，是迄个土块啦，所以应该是土角厝啦。好啦，遮个厝拢用白沙石做地基，用土角仔做砖起的土角厝，敢若店门含中指，伊迄怎
中处圆，就是应该，就是厝的梁条，也是上中啊迄支，才是做一个常用的嘛。有几支啊红砖啊条，啊遐土角厝、土角壁啊，饮水浸淡去，壁迄个墙就可能扬去，那扬去，因为土角嘛，拄着水会扬去嘛，厝就倒去的危险。好佳在几十年来，便啊风台做大水了，水就拢敢若引到石基，就迄个因为伊讲遐白山石做地基嘛，就敢若引到遐尔，无阁引到较悬，所以钢筋啊遐价厝啊也拢无啥代志。那是的厝就阁较免顾虑啊。即一年的风台，大家拢像永年共款，抱着一种和平的心情，等待风台用早过境。钢筋啊水退去了后，等待风台过境，引起来水会当量早退。但是风台才拄开始无偌久，大家就感觉今年的风台有淡薄仔歹预测，和永年的风台拢无相款。头起先风台进前连续落10天的大雨，风台就还未到，淡水河就比永年涨真悬。等到风台要活的前一日，因为气压向降低，互人有一种游丝轻飘，游丝轻飘是啥物货？因为迄是低气压吧，低气压一个来，就有一种真无好的感觉。我袂晓形容迄个感觉，翕还是郁。即一天天顶乌云密布，而且沉沉缀伫咧大地。因为你若去到，因为迄个时阵厝嘛无足悬的嘛，所以你可能伫咧艋舺大稻埕即搭只西迄边会使看到观音山甲即个淡水河的河口。啊，若看东边，可要讲台北市洲际山，还是即马讲啥四兽山迄个方向，对无？因为迄个山，敢若较无1000公尺悬吧？我会记得，台北东边遮个盆地，敢若较无遐悬的山，1000公尺好啊。伫遐开看，你会使看到像迄乌云啊，压甲足低的时阵，真正会感觉袂输春手，就使望着乌云安尼。所以就讲天顶乌云密布，而且低气压沉沉压伫咧大地。到要暗仔的时阵，西边的地平线忽然间有敢若立一个芳，万条金光暗芳，迄就是啥？风台迄个要来迄个状况嘛，就是讲万条金光按迄个碎条芳的即边乌暗射过来，现出一种雄条肃杀的壮丽甲壮观哦！我是下个万条金光从那细缝向这一片黑暗投射过来，显出一种胸罩肃杀的雄壮与绚丽。互大地无意间光起来，佮无偌久以后，就过去乌云遮罩，规个天地就若袂输破目相款，规拢暗落来，伊就是要开始要落大雨啊！即一天，风台要来进前的警告声不绝而逆，不绝于耳。伊可能是警报啊，就是只是迄个时阵，这时应该是迄个啥，雅信转来要送嘛，啊，所以应该是15、16岁的款吧。因为伫淡水女儿是读迄个啥，算中学嘛，啊，所以中学就是16岁进前嘛，啊，所以即个时阵大概敢有迄个气象预报，可能嘛无嘛，不绝有逆，后来不绝有逆。风台要来警告声就一直来，过里的店窗仔门拢关起来，行伫路里的人拢真狼狽伫咧走，港墘仔搬运船回区里也拢休困啊。但是河面上的独正船的船夫无用伫咧工课，线班仔拢顾到临时风台避难雾。迄个应该，迄个避难雾，
伊迄算一个休息的所在嘛，而且我是毋知迄个物件是啥，船坞的坞嘛，就是船坞哦，搭船坞，船坞，船坞 ，duck，dry duck， 临时的码头吧，应该是安尼讲，是毋是？码头船坞，修理船的船坞，修理船的船坞，所以避难坞，鬼屋坞，好利坞。好利坞，保利坞，诶，好利坞，保利坞，吼，印度的保利坞，美国的好利坞，拢是用即个坞呢。我来准学即个准学。伊船要靠岸，还是要修理，还是啥迄个嘛？船坞，伊则就是船坞，船蚵还是船坞？好，上班啊，顾及到临时风台避难船坞遐去，啊，若大只的篷船就变换平常时啊停靠的河岸，甲船绑伫咧河边的大树。有的船夫无感觉安全，就甲船开去口，搁甲水，就甲船开去搁甲顶楼去。有的颠倒甲船开往淡水迄个方向的水尾，一个是开去水头，可比讲淡艋舺大丈娘即搭只水头，看是开去到驶去到大溪，还是驶上金马溪迄搭遐，毋知影。啊，有诶是颠倒头甲船为水尾淡水方向去，敢若剩一两只马力充足诶汽艇。迄个时阵应该是开始有火船啊吧？因为工业革命是当时1879还是1789，我袂记得啦。所以汽艇是火船吧？我会记是火船啊，汽艇。因为20世纪开始有一寡火船啊，无毋对啊。但过伊敢若写汽艇 ，motorboat， 迄敢算 motorboat？ 无，迄阵是食拖拖诶，真敢有引进啊？20世纪初期敢有引进进入来，我无确定，可不管，我就甲伊讲火船。伫咧众船之间来回走，指挥船只避灾的一切安全代志。但是天公伯也袂输要共创治上款，一直到半暝。大地拢显示异样的病症，卫士风台已经无缘无故无去啊！卫士风台已经无缘无故消失去啊，一去不复返。但是一个翻点，就伫咧战争当中，不时有一阵互人惊吓的话休声按天顶雄雄降落，互人感觉天地袂输伫咧旋去啊！即个话休的声音愈来愈急，声音也愈来愈大。等到天要光的时阵，一阵一阵的急风已经烧连一开，袂输哪扫帚，甲船只和房屋扫到东倒西歪，支离破碎，嘴炎炎，破糊糊，因为等于啥？天要支离破碎。破嘴，支离破，嘴糊糊，鱼咧咧，鱼咧咧无？对啊，一个伊刚读到迄个词，怎么样？如龙散轻，离龙散甲，所以这个佫是一个状况，无共个字。支离破碎，嘴糊糊，嘴炎炎，所以
即个时阵的疾风已经连做一开，袂输哪扫帚，甲船只含房屋扫甲东倒西歪，摔甲喙糊糊。暴风互人恐怖，但是做大水互人心寒。苦秀英规暝拢无困，等到第二天，甲雅信含雅族叫醒，糜煮好开始要食下早的时阵，才发觉到雨水已经溢过雨顶，淹到厝里来。惊一条，就无闲去甲大门拍开，看到门头前的车路已经一片乌皮，规拢淹满。迄附近的家厝拢浸伫水里，敢若现出厝顶，袂输一只落定的细只船。远远停泊的大只细只船已经毋知伫时拢无看的。苦秀英无闲巡视厝里的四周围，也拢互水淹去。迄水阁继续咧涨，一点仔就无想要摕一点仔就无摕的现象，想要化休，四周围煞拢无查某人通来救。想到家己带两个查某囡仔要去斜对面100步远的一块小山轮仔去避难，但是即间厝含迄个小山轮仔煞一片水破，规拢淹水淹掉就对啊。因住伫网架迄搭遐，敢是我无确定迄个位置到底是偌对，伊拢伫水边嘛。所以，但是即间厝含迄个小山轮煞拢全水，水阁遐炭流，而且阁爱浑水行，伊阁是白骹是要安怎行？拄伫咧毋知要安怎，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的时阵，忽然间看到脚地顺走，顺流往厝的方向行来，伊也犹原配迄支长镜，水淹到伊的骹头乌，伫咧叫逐口罩往安全的高地去避难。雅信目睭也看到，伊就甲手箍做喇叭形，向伊远远喊起来：“脚弟先生，来甲阮救啦！”脚弟孙祖听到了后，就抬头看到因母仔囝三个人伫甲因握手，拖泥带水，摇摇晃晃。拖泥带水哦，这边安讲？水是当然是已经，伊讲啥？到伊个骹头夫啊嘛，所以当然无法度亲像迄个啥，行伫平路遐好行嘛，所以拖棚应该是拖棚吧？伊撩咧水里嘛，水淹到骹头夫啊，其实你要行无遐好行啊。当然，迄袂使讲拖沙啦，因为拖沙是一种安怎讲，无想要行嘛，即摆是叫水拔掉的啊，所以应该是拖棚啦。就拖棚，然后摇摇嗨嗨，嗨咧嗨咧，哟，伊阁配支剑嘛，哩哩啦啦，我应该是拖棚啦，拖棚，好，就向因的手拖棚嗨咧嗨咧行过来，等到伊来到因母仔囝的面头前，就问因讲：哪会无得到通知啊？要叫附近居民拢来紧急避难啊！才知影讲可能是保证信号无通知到，硬是因一家口讲煞，脚弟孙祖就要带因水头的迄个小山轮，迄个小山轮已经有身起几落间的日本宿舍，是要互一寡日本警察家属住的。脚弟孙祖也会当暂时甲因安顿伫咧遐，但是即个时阵水已经真深，水又阁窜流。脚弟今一届带因三个母仔囝会发生危险，就决定免先甲白骹歹行的苦秀英带去，才翻头来带雅信和雅竹两姊妹仔。等到甲苦秀英牵向迄个小山轮的半中途，水已经来到脚弟孙祖的肚仔啊！伊嫌配长剑伫咧水里无好行，就甲
咸下乱，等伫咧水里记在水流去。哇，那记载了。等伫咧水里记在伊流。等到菊池孙左按迄个小山轮，搁转来到雅信含雅石的身躯边的时阵，水流已经涨到菊池孙左的胸坎。即时搁牵迄两个姊妹啊撩水，已经是无可能啊。所以菊池孙左就甲雅石爱伫咧较只拼，叫伊细里啊，甲伊阿妈棍箍咧，然后就抱雅信，扑咧顶咧撩水来到小山轮。因为雅石是小妹较细汉嘛，所以爱伫咧较只拼。雅信较大汉嘛，就用抱的扑咧顶咧，载浮载沉，扑咧顶咧撩来到小山轮。按迄个小山林顶的日本宿舍，会当看到四周围风台南山的青惨光景，泛滥的凄惨景象，泛滥台风泛滥。可比讲的，因这是日本时代迄阵来徛，当时19因雅信10几岁啊嘛，无啊，这个时阵雅信对啊，因中学要毕业吧，第3年的款吧，所以可能15岁。菊池可能已经30几岁啊吧，所以30几个抱一个16岁，我若算，就总讲无讲太轻松嘛，袂讲太困难啦吼。只是风台做到遮尔大，台风泛滥，做风台。然后青惨落魄，泛滥洪水泛滥成灾，做水灾当然做风台嘛吼，做大风台，泛滥成灾，所以青惨状况。淡水河已经看袂到花，港墘仔袂输，规个港墘仔袂输无限扩大。变成一片汪洋，汪洋里一个涌搁一个涌，串流奔流，兀然推散，袂输千万只鲛灵伫咧水底滚架，有大支三仔箍，有细支树仔，大山细木，因为可能就是按迄个啥，可要讲北皮寮迄搭遐，总共有一寡树仔，一寡三仔箍积伫遐，准备要处理，毋过风台一个来，不管你有绑啊无绑，莫讲无绑啦，你绑到甲绑人咬，毋知你天做对头啊！风台一个夹落去高地，这个三仔箍嘛冲散了，所以讲有大支的三仔箍，有细支的木材，有4滴4到按水头流落来，有2-3只鸭仔伫水流当中呱呱叫，袂输当伫咧耍水上快。有眠床，有骹躺，有桌仔椅仔伫咧水中流。忽然间，按水头，按顶流飘来一扇门，顶面拍一个少年的妇人人，披头散发，头毛散压压，胸坎玲珑现出来。人伫咧大声喊吁讲：救命哦！好心的救命哦！煞无人有才调伸手去甲伊救，干来当目睭紧紧看伊。对水流往大海去，无啦无，对啦，从机会当然嘛是流去大海啦，因为这个时阵淡水河这边拢也无做保环，搁规个大水伊就到地，真正是一片汪洋安尼。迄若无适当的工具，就准讲跍伫咧门线帮，这到底敢有得活命？毋知影。迄一代家厝啊，已经沉到水里无看的啊。雅信因迄间厝，因为地点较悬，所以还佫有流出水面，会当看到红叶厝。大风甲影架起来，拍厝顶，迄红叶厝就一片一片吹起落来。早起时是西北风，过昼是西风，等到风向转往西南风的时阵，连雅信迄栋较悬的厝也拢淹伫水里啊。厝袂输伫咧水中点钟困一困，
忽然间规栋厝就连厝顶规个好好按水底浮起来，袂输那竹牌啊，平稳流向水尾，弄着无偌远的一支电火条啊，抓喙去。伊厝顶拢是厝顶当然是用3仔箍做迄个啥鞋啊，甲迄个花冠，迄要安怎讲？因为牛、挑，啊，搁一寡厝架吼，迄个就是甲伊搭做啥檐架是啥物货吧？啊，然后再搁砍，可比讲砍迄个啥点仔加布，啊，然后再搁砍遐，所以规个迄个厝顶是袂输哪船啦，使安尼讲，也是讲竹牌啊啦。我毋知各位朋友感觉算过，就是讲阮细汉的时阵，伫迄个一寡，迄个时阵厝阁无起啊侪，啊建伫一片一片起的时阵，会有一寡迄个啥，竹管啊木棒，啊个啥，竹管木棒啦，啊因为棒毛，遐木棒是要放咧壁内灌浆嘛，啊毋过拆落来是安怎伫边啊？若风台落大雨，有水窟仔的时阵，就甲迄竹管啊3仔箍，阁有3仔箍，3仔箍就做，木棒先弹啊，3仔箍先弹啊，3仔箍先弹规支，啊木棒才砍起哩，啊，然后才阁钱骨落支个3仔箍伫迄个木棒下骹，吼，增加迄个会使浮的力量，然后就举一支竹篙，还是竹管做迄个啥鼓，然后吐迄个啥，迄块木棒安尼，当做伫鼓船安尼咧耍，所以即个时阵风台做风台淹大水的时阵，就敢若袂输即个状况安尼，真正是有够凄惨的。所以有啥水火无情啦，敢若会使安尼讲。所以读到遮，即个第6章好古无读煞，读到第28节安尼。好啦，因为嘛超过毋知偌久的时间啊，会使来收煞。因为时间的关系，即个读《龙刀山》的第2部课道的第6章，读到遮读煞。感谢收听，结束，拜拜。